大家好，上次講到朝鮮半島歷史，今次講韓國點解曾經被稱為小中華。其實呢個講法主要出現喺歷史背景下，唔係而家韓國官方嘅定位。佢來源於朝鮮王朝時期，當時朝鮮好推崇儒家思想，自認係中華儒家正統文化嘅繼承者，所以先會有小中華呢個講法。不過呢種文化認同對現代韓國幾多都有影響。明朝係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嘅，定都南京之後遷去北京。佢統一咗全國，實行中央集權，統治咗差唔多300年，疆域好大，人口亦都好多。喺嗰陣嘅東亞，明朝可以話係老大，同周邊國家嘅關係主要靠朝貢體系嚟維持。朝鮮王朝就係喺1392年由李成桂建立嘅，首都係漢城，即係而家嘅首爾。朝鮮用儒家思想管理國家，王朝延續咗500幾年，係朝鮮半島歷史上最長嘅王朝。兩國建立時間差唔多，所以一直保持中梵關係。簡單嚟講，朝鮮喺外交上認明朝係宗主國，都尊重明喺東亞嘅地位。明朝就通過冊封、貿易同軍事支援，幫助朝鮮維持安全。可以話，兩國係一種上對下游互幫互助嘅關係，長期保持咗穩定同合作。東亞嘅朝貢體系入面，朝鮮王朝對明朝嘅尊重可以話係非常典型嘅例子。明朝皇帝一換年號，朝鮮差唔多即刻就開始使用禮儀、官制、科舉制度，都照住明朝嘅模式嚟執行，連衫同宮廷儀式都盡量遵循華制。朝鮮國王嘅冕服、朝服、官員嘅制服都按照明朝嘅標準制定。朝鮮嘅統治特別強調儒家思想，將名分、等級同禮法睇得好重要，有時甚至比明朝本土仲嚴格。因此有人開玩笑話，朝鮮喺維護儒家禮制方面，比宗主國明朝做得仲認真。呢種高度認同中華文化，一方面係出於政治上嘅現實考慮，但更重要嘅係佢哋對中華文明正統性嘅認同，覺得跟住明朝嘅規矩做，先算正統，有禮貌。講到朝鮮當年對中華文化超級尊崇，呢個同韓文字母嘅出現幾有趣。15世紀，世宗大王覺得老百姓用漢字太難，就自己動手搞咗份文正音，即係後來大家熟悉嘅韓文，令大家都可以輕鬆讀寫自己嘅語言。乍一睇，好似朝鮮又專宗又搞自己文字，有啲反差，但其實呢就係世宗關心民生、方便百姓嘅智慧。不過當時嗰啲上層士大夫可唔買賬，佢哋覺得漢字先高大上，韓文就係平民用嘅通俗嘅文字，甚至一度被叫做婦女同下層人用嘅字，翻白眼嘅程度可以諗到。換句話講，而家韓國人超自豪嘅韓文，當年喺精英圈入面可係被嫌棄嘅。1592年，壬辰威亂爆發，可謂東亞歷史嘅大事件。當時日本嘅豐臣秀吉打算透過朝鮮攻打中國，於是大舉入侵朝鮮。啱啱開始，朝鮮軍隊連連失利，局勢非常危急，只能向明朝求援。明朝於是派兵支援，跟朝鮮軍隊並肩作戰。呢場戰爭就變成東亞三方長期對抗嘅大規模戰事。壬辰威亂唔單止改變咗朝鮮嘅政治同軍事格局，仲令明朝嘅人力同財政消耗嚴重。有學者甚至認為，呢啲喺某程度上加速咗明朝嘅衰落。今日喺韓國，壬辰威亂喺歷史教育中係非常重要嘅地位，被視為國家存亡危機同外援幫助嘅關鍵記憶，幾乎每個學生都會學到。1644年，明朝滅亡，清朝取代明朝之後，朝鮮士大夫階層出現咗明顯嘅心理轉變。好多人大認為，明亡並唔代表儒家正統嘅消失，相反，真正嘅華夏禮制同道統應該由朝鮮繼續保存同實踐。呢種觀念後來被概括為小中華思想。喺呢個框架之下，
朝鮮王朝自視為儒家文明嘅繼承者同守護者，喺禮儀制度同倫理規範上努力維持正統。喺某程度上，佢哋甚至認為自己喺文化上比滿清統治下嘅中國更加純粹同正當。呢種心態既源於政治現實，亦反映咗深層嘅文化認同同歷史記憶。講到韓國文化，其實明朝嘅影子都幾明顯嘅。例如喺屋企，尊老愛幼，聽長輩嘅話係基本操作，細路由細就被要求好好讀書，考個好成績。社會上講禮貌，講秩序，呢啲都同明朝儒學入面嘅孝弟禮義好似。再加埋祭祖、家譜、宗族活動，呢啲傳統都可以揾到明朝嘅影子。不過，韓國唔係單純抄作業。幾百年落嚟，佢慢慢發展咗自己嘅風格。打個趣味比喻，明朝似個超級學霸，韓國似嗰個認真模仿嘅模範生。一開始學得好認真，之後仲創新，甚至有啲自信感，覺得自己先係正統。所以歷史上嘅小中華意識更多係朝鮮王朝後期士林階層嘅事，唔代表現代韓國官方立場。而家嘅韓國更加重視自己嘅歷史同民族獨立性，唔再諗住繼承中國文化。可以話，明朝俾咗韓國一個文化模板，而韓國喺保留傳統嘅同時，又融入現代價值觀，形成咗自己獨特嘅社會同文化風格。就好似模範生最後攞到滿分卷，但喺上面畫咗自己嘅彩色塗鴉，既認真同時又好有個性。